ก็จะเลยเก่ง4点2จับ点1 9 1พูดก้องนะปิชูมัน有4个好处那是路常常背佛法เก่งนะที่อีหลายเสียล่ะแล้วใกล้佛法ถ้ามี4个那是这里 BQ 常常背佛法ที่อีหลายเสียแล้วใกล้佛法那是อี4个是基地无虾米清楚但是伊出世伫天顶天的人背互伊听几句佛法啦伊的基地慢转来但是转来的时伊的一念咩进步这里是头这里好处那是常常背佛法替伊来想了解佛法还有那是这里 BQ 常常背佛法死的时基地无虾米清楚了伊出世伫天顶那是讲一个出家人有神通的伫天顶教佛法或者是天的人这个 BQ 听到呢伊会记伊捌修行学过法甲律伊的基地慢转来但是基地转来的时伊的一念咩进步这里是第2个好处แล้ว那是这里 BQ 常常背佛法死去基地无虾米清楚แล้ว出世伫天顶伊那是听到这里天的人教佛法互别个天的人伊也是会记伊捌学过佛法捌修行伊的基地慢转来但是转来的时伊的一念咩进步第4个 BQ 也是4个时基地无虾米清楚了出世伫天伊看到这个天人甲伊的朋友讲你会记无朋友哈久是咱捌出家修行แล้ว伊的朋友因我会记朋友安尼呢伊本会记伊也是捌出家修行背佛法基地转来呢伊的一念咩进步这里是4个好处那是路常常背佛法替伊来想了解佛法这里经的意思就是讲咱若是听佛法呢咱替伊来想咱若是会背会背咧几个经佫较好啦咱替伊来背啦若是袂呢咱替伊常常来想了咱了解咱了解了这里咱4个时无讲袂记去啦后时咱就转来若是讲咱头咱袂记啦但是呢咱若是听到天的人讲几句佛法也是就注意伫天啦讲佛法呢咱会记得的转来转来的时呢佛讲咱会进步一点咩啦哈久咱修到甲虾米感站咱若是伫天的时伊会转来啦咱会一点咩会修转咧就来感站啦แล้วเอาเป็นก็ไป进步咱ก็จะไป出力啦所以这里是伊好处啦那是咱听这里经这里律แล้วนั้นที่来想来了解啦